听台湾看世界，来看推特这间公司是美国一个社群网络的服务平台。讲推特的董事会，甲全球第一好野人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达成着协议，同意以美金440亿，相当是新台票7.29条，甲这个推特卖予马斯克。 美国第一好野人马斯克的事业为电动车拖到外太空，即马阁是要舞社群媒体事业。13号，伊宣布要用美国54块的美金计数买社群媒体 Twitter， 叫 Twitter 董事会拒绝。当时马斯克就讲，敢有要接受这个计数，唔是董事会会当决定，爱互每一个有 Twitter 股份的人来决定。一场争经营权的战争开始拍。12天过了后，也就是台湾今仔日会知影。 推特董事会总算同意卖马斯克。 This was a game of high-stakes poker, and ultimately the Twitter board was waiting for a second bidder or a white knight to come. They never came. They had to ultimately go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with Musk, and now it looks like a deal is imminent. 因为马斯克真紧就撞到465亿美金，比出价440亿美金收买钱更加多。 面对这个有钱人马斯克，本来按算买互伊买 ，Twitter 董事会尾也同意100%卖互伊。伊个 Twitter 今年就会私有化，卖个上市。那 Twitter 会这么受欢迎，是因为伊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Twitter 买来了后，马斯克为着互民众会当放心，伊伫咧 Twitter 讲，希望家己批评的老话会当继续留伫咧 Twitter， 因为迄才是代表言论自由。白宫嘛来讲因的想法。No matter who owns or runs Twitter, the president has long been concerned about the power of larg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e power they have over our everyday lives. 美国政府希望社群媒体会当承担媒体对咱人造成伤害和无好的影响。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